同款嘛是交通话题，拜三台湾虎航一架为函馆起飞，要转来到台湾的航班，飞到日本九州半空中的时，强拄到乱流。因为代志发生甲真无张持，一寡旅客和机组人员未负下安全带，就安尼受伤。有网友甲相片抛上网络，迄当时飞行机内底有空服人员规飞起来，尻川皮切着伤。另外，座舱的事务长受伤的情形搁较严重，摔落来时骹盘骨头断去。结果有一个机舱内底烧水规拢抓出来，真危险。等到飞行机一个降落了后，受伤的人伫咧机场附近立新病院检查。虎航嘛照规定赶紧通报，照民航法要来进一步调查。山友起来规片乌青萤火，互人看到心内真惊。这是虎航的空服员拄到乱流，脚接偏拢着走开的工作台流落来伤。另外一张相片内底，烧水管、食米线甲龟头壳，看出来迄当阵飞行机拄到乱流有偌尼啊恐怖。有网友伫飞行机降落来了后，讲拄到乱流，回叫是险啊，着爱7天了后才会当转去啊。旅客甲过程抛起人面册，讲即座为九州飞台湾的旅程，就袂输咧坐飞天车咧。那海甲真厉害，飞行机的座舱长嘛飞出去，骹的骨头断去，旅客嘛有人受伤。虽望飞行机尾啊有平安降落来，毋过也是互人心肝皮破彩，因为迄当阵飞行机预计12点起飞，4点飞到台湾。毋过起飞的时阵，发动机信号无正常，拖到2点外才正式起飞，耽误1点半钟。落来佫拄到事故，学生客拢真惊吓。对这个事件，虎航用书面回应，讲降落来了后，受伤的人有随送去病院急救。另外，对这个乱流，嘛有按照规定通报互相关的单位，未来会配合民航法的调查，才去公布相关的消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